是我们西向还是东向？应该是往要问的。我要看前面行车记录仪才看得出来。对，我再看一下。这里一位。对，就一个而已，就送就一个。草木局长在5公分之前程，可能原因导致严重未故障，不在。好嘞。这样就好了。좀 감지돼. 이 지금 스테디 앞에 아야 된다. 그래 많이 그래. 그래. 땅이요. 好，我们是救护车，然后那个周卫生小姐，我们已经把她送达。我昨天那个右膝盖。是大概情形是这个样子。那首先是我们中心分队按照我们的规划，在台76线东19.7埔新的东向入口执行局办的酒驾路检。那大概在8点半左右拦查到这个范闲，他所驾驶的车子。那因为我们同事有看到他因为没有系安全带，这个是属于违规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就把他拦到路边进行开单，准备做制单的动作。那在开单过程中，那这个范闲他假借就是说，他证件放在车上没有带，所以就假借拿证件的名义就要回车上。那当他回到驾驶座之后，突然的就是跳上驾驶座，那就是准备开车逃离现场。那我们当时同仁有跟着他一路就是跟他后面到驾驶座的位置，但是因为那个他跳上驾驶座之后，直接就踩油门离开，就冲撞，那我们同仁措手不及。导致有2位同仁跌倒受伤，那当事人就是驾车逃逸，那这个部分我们立即将我们的同仁送医检查，那幸好都是外伤，没有大碍。那这个当事人的部分，经查他本身是有案在身，那有关这个部分，目前我们刑事组的部分正在全力追缉中。